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风台。中日风台灿事对咱台湾的威胁变大。气象局伫今日透早5点半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而且无排除会登陆咱台湾。总讲风台行的路线无改变，有可能伫今日尾暗仔就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中日风台灿树。即马以1点钟21.1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方向刷震动，暴风圈向着巴蜀海峡挖近，对巴蜀海峡造成威胁。气象局伫今仔早起5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上紧伫尾暗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太平洋高压预估在星期5到星期6会减弱东退，风灿数就会来到高压的边缘，逐渐北转。预估星期6。到达巴士海峡，星期天开始影响我们。星期6日2天是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灿树风台近中心上大风速1秒钟53公里，相当是16级风，暴风界半径180公里，有可能会继续增强，全台湾拢会有强风大雨。你可以形容它算是一个小钢炮一样，非常的小，可是它的风速已经强烈台风，它还会增大，半径有机会到达180公里，中心非常靠近台湾的东半部，但是它的暴风圈还是笼罩着台湾。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东部影响就会比较大，往西偏一点点，直接从南端这样撞进来，其实西半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所以这个台风呢，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气象局讲，伫初十日时天气也是袂歹，延过到暗时，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就会开始落雨。受到风台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巴蜀海峡加台湾的东南部海边风影会愈来愈大，归人北海岸、东半部、中南部、恒春半岛一个平湖、金门沿海地区会有长影。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要来啊！今日透早5点半，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伫头段8点40分，气象局嘛发布风台的上新的预报，带乡亲咱做伙关心。那今年第14号灿树台风目前的位置呢，在鹅銮鼻的南东方大约63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它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53公尺，所以提醒大家，它是一个强烈台风。那未来暴风半径的部分是180公里，未来呢，它将朝向巴士海峡的方向上来移动，那对我们的巴士海峡已经构成威胁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5点30分就针对第14号灿树台风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那提醒在巴士海峡的航行作业船只一定要严加的戒备。那海面上的提醒，除了船只之外呢，我们在今天开始要特别留意长浪的部分。目前在台东的沿海已经观测到长浪的现象，预计未来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外岛的澎湖、金门呢，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明天台风渐渐的靠近，各地的风跟浪也会逐渐的增强。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各地的风势跟浪跟风浪呢都是比较偏大的。那提醒大家，除非必要，那尽量避免前往在海边的活动。那至于整个台风的动态呢，我们什么时候最接近？那什么时候开始远离？我们由前视路径预报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那从前视路径预报图来看明天台风是比较接近的。那到12号的时候呢，是最靠近我们的时候所以呢，各地的风雨呢，从明天会开始增加。那12号的时候是相对是比较明显的时候。明天在台风接近的时候呢，主要的下雨的区域呢，会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以及部分的南部地区。那其他的地方呢，则是在午后之后的下雨会比较明显。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明天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礼拜天的时候呢，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中部以北，那东北部跟东部呢，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还有我们南部山区也有可能出现，南部跟东南部的山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特别提醒，礼拜天的时候呢，在北部东北部地区呢，还有可能出现局部豪雨以上的雨势。所以周末这2天风雨的影响最明显，那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咱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也有2个大病入境的案例。这2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是8月初4对埃及入境咱台湾的，而且是邦桥幼稚园群组感染埃及爸爸这个家长的亲情。目前幼稚园的群组感染相关的胃病人数已经有27例，
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看起来已经有受控制，并无搁拖出去，所以咱的防疫警戒暂时未有悬。国内初九搁新增加4例本土病例，其中2例伫新北，2例伫台北。台北市是中风工人翁仔某，甲新北幼儿园规定小为事件有牵连。若是新北2例是做伙住的人，毋过感染源也无清楚，爱搁调查。另外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个案，分别是30外岁甲40外岁埃及查甫人，2个人拢是幼儿园家长埃及爸爸的亲戚。8月初时来台湾检疫期末采检是阴性，毋过因为甲埃及的爸爸有接触，才酷烈。2边采检伫初九确诊，即摆累计已经27人，指挥中心目前也完成18人血清抗体检测，要来查清楚感染源。这3个弱阳性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另外有2位分别是这个老师以及护理师。以这样的情形看起来，就说 IgM 还是阳，但是还没有消失那大概是1个月以内的一个事情。源头现在很难判定，当然有几个以发病日比较早，16、129就是老师嘛那另外可能当然就是这个埃及人这父亲。有医师认为，规个事件已经是几落轮的社区传播，指挥中心是回应到底为几届，会做进一步了解。目前初步研判未有100人传播链，不过这届有毋是住户的人感染到，是毋是代表环境受污染的？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对社区甲幼儿园拢有做环境检验，检体拢是阴性。指挥中心讲，疫情稳定控制，防疫暂时未升级。那还没有到升3级的条件其实这是很清楚的。那目前桃园的这个案例已经是在一个应该相对已经是可以控制的范围。那新北这案例仍然在发展中，但是情况也是相对的就是不是这种连续有很多的这样相对很多的一些病例出来。另外，针对有感染科医师建议，为了阻止境外更较侪变种病毒移入，边境管制应该要延长到隔离21天，而且要搁增加采检次数。指挥中心是回应，这意见拢会提报到专家会议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北市伫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拢甲幼稚园的群组感染无关系。因为幼稚园群组感染的关系，有封城停课的13间学校，5220个学生，因为封期间隔离的学生，即马 PCR 采检出来拢是阴性的，所以伫今仔日在学校学生嘛开始恢复上课。新北市伫咧初九新增加2件本土个案，一个是去看医生时阵采检阳性，另外一个是居家隔离阳性，2个人拢住伫三重埔 ，CT 值大过30。市府讲是朋友互相传染，甲新北幼儿园群组感染无关系。在今天新增个案里面，我们也匡列了1个接触者，居家隔离1人。另外，所以这2个跟我们的幼儿园染疫事件是无关的。新北幼儿园群组感染拖到邦桥的社区大楼，吹背市府紧急清空大楼。A、B 2栋总共785人 ，PCR 拢是阴性。初九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是按16160埃及爸爸的家属。另外一个新增加个案，毋是大楼的大户，是去大楼做事的工人，涉及伫咧台北市，算台北市的新增加个案。这2名家人是与这个案16160同时入境，那他们呢在检疫的期间 ，PCR 2次的筛检呢也都是阴性。那被我们居隔了以后呢，第1次的检验也是阴性，在第2次的检验是阴转阳，但是 CT 值都非常的高，所以呢，他们是否是在境外的时候的就感染，然后后面阴阴阳阳，还是呢在这个一起的时候有所感染，这个都还在进一步的厘清。市府讲，受到幼儿园群组感染的影响，采取有封城停课其中的13间学校5220人，因为居家隔离学生的 PCR 采检阴性，13间学校伫咧初10恢复上课，也能做好环境的消毒。因若搁伫咧停课有3间学校2149人。针对这些被清空的过程中居家隔离的学童的班级，我们做1天或是2天的预防性停课。只要 PCR 出来是阴性，我们马上解除隔离。这边幼儿园确诊个案，主要确诊个案拢住伫咧 B 栋，分别是10楼、11楼加15楼。市府讲，厝内包括浴巾，拢爱开窗仔门通风。厝内若通风，会当降低点塔病毒的传播力。只要去摸到公共场所任何的物件，手就要随消毒。记者综合报道。若受疫情影响，台北市伫今仔日是传出有国中甲国校也有幼稚园停课。
其中伫上山区有一间国中，因为传出有一个学生囡仔确诊，伊这班级读册班级对今日开始停课，要停14天。这间学校624个学生伫今日嘛先有风险停课停1天，而且会替学生囡仔做 PCR 采检。那这个确诊的国中生，伊的亲人有一个读国校的，这个班27个囡仔伫今日嘛有风险停课停1天。另外，伫台北市的文山区一间国中甲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教职员，因为有甲确诊者骹只相踏，所以国中3个班90个学生，还有幼稚园101个学生囡仔，今仔日嘛拢有风险停课停1天。教育局是表示讲，学校伫停课的期间，会用线顶教学的方式来维护囡仔的受教权。来关心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出现3例突破性的感染，就是做过预防车嘛是去挖到Delta病毒。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暗时甲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工会开会参详，即摆有达成3项共识，包括医疗人员袂使拒绝机组人员去就医，还佫要规划机组人员会当代先做第3档预防车，另外嘛增加机组人员的防护措施。面对Delta变种病毒，国内发生3例国籍航空机组员已经做过2支预防车，有缘出现突破性感染的案例。指挥中心伫咧初九暗开会，甲机组员相关团体沟通讨论，达成3点共识。第3类人员的第3剂疫苗的部分，对指挥中心也是说，这都在原本的计划当中，这样子。所以今天的会议大致上就是指挥中心有蛮回应我们的诉求的。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个落日条款，就是说全国的或者人民的一个第1剂的施打率到底到多少？是不是可以对我们机组人员的这些5+9的措施，能不能做一些调整？除了8日起计划做第3期预防车，用时间让偌久会看专家会议讨论的结果。另外，机组员防护装备的问题，民航局已经编防疫经费补助航空公司买个人防护装备。指挥中心建议比较去年的防疫经验做检讨，若看医生问题，会甲各医师工会沟通，袂当无原因拒绝机组人员看医生。我们都会呼吁社会各界，其实不要有这个职业上对于职业那有一些这个标签，那也呼吁这个医界对于就医的部分，那我们要充分让就医者完整的表达他的 TOCC。通知空服员中型航空关系企业工会也发声明，感谢指挥官和机组员正面的回答。不过，指挥中心也强调，机组员伫咧集群的时阵，要遵守民航局定的各项规定，家己提高警觉，做好各项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来关心强烈风台产事挖进咱台湾。气象局伫透早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咱来看风台是安怎行的。风台产事目前的中心是伫鹅銮鼻东南东边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行，拍算会对咱台湾的东部往北。东半部是头一个会受影响的所在。目前伊的路线看起来，气象局上紧下晡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夜开始，华东、恒春半岛会开始落风台雨。拜六、礼拜这2天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拜六东半部会先受影响，那礼拜伫基隆还有北海岸、北部的山区，嘛会感受风台的威力。那今仔日的天气，咱是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同款是烧热的。伫桃园以南还有山区过道了后，会落西北雨，有的所在雨嘛较粗。那夜开始，就会豆豆感受到风台来啊。来关心预防车第2批飞水 BNT 的预防车，伫昨日透早已经送到咱台湾。目前咱台湾国内已经有184万张 BNT 预防车，政府已经按算讲要先开放予12岁至17岁的少年族群代先注射。也毋过有家长即马是烦恼讲 BNT 的副作用。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心肌炎发生率是真低，做预防车的好处也是较侪。连同上一次93万嘛，跟今天的已经有到了184，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17号。这2批疫苗优先开放予12岁至17岁，还有18岁至22岁的民众来做。也若敢会开放予第9轮已经注过 AZ 疫苗的人，第2档注 BNT 疫苗的，但是中强调讲会考虑，不过就要看疫苗送来台湾的速度。另外，嘛有风声讲，注 BNT 疫苗了后，可能会有心肌炎的副作用，就算有注嘛可能会搁去怀着。或者侪家长是真烦恼。心肌炎
节方面，第一个它的发生率相对的低，那第二个它的一个严重度相对也低，是利大于弊。另外，有民众自国产高端疫苗15天了后，自费去抽血，验出 IgG 抗体达35.4，在50以下，认为高端对新冠疫苗无保护力。本来在第一剂跟第二剂之间，这个抗体的生成就不是100%，那它就是需要第二剂来作为这个加强这个免疫系统的反应之后，那才能够说具有完整的保护力。欧盟药品管理局 EMA 已经针对 AZ 疫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经历格林巴利症候群，都是近罕见的急性多发性心肌炎。指挥中心表示，国内注射了后的通报，目前计共有10例，其中注 AZ 疫苗的占9例，注莫德纳有1例。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银行的理专不时拢会传出备案，也是有保险有救出证据。金管会加强管理，即马提出重罚。根据上新的统计，到昨昏为止，金融产业罚款2亿1800万。银行局甲证券局今年发的罚金额已经是超过去年几年，到今年底罚金一定会创下新高。来关心《中国时报》，财政部伫昨昏公布8月份的税收，证交税是收到245亿，这是史上第4高的，年增率是67.5%，已经连续23个月是正成长，嘛打破正成长的纪录。来看《自由时报》，新北市出现群聚感染。新北市的高中级以下的学校，包括幼稚园，昨昏有4399个学生囡仔穿防疫甲，这是占全新北市学生囡仔数量1.09%，其中以幼稚园的学生囡仔上侪。来关心行政院长苏贞昌伫昨昏是公布振兴5倍券，名额有200个、500个、甲1000个这款3款。振兴券等于是现金，所以会当纳册钱，也毋过袂当去纳罚金。上紧9月日子就会当去绑所有的版本，10月初8开始使用，会当用到明年4月底。我们规划提出振兴5倍券，已经在今天院会中通过特别预算。要送立法院1600亿的纾困振兴第4遍追加预算案，其中1273亿要用在振兴5倍券。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主持振兴方案记者会，向外界来说明3种名额的样本，也佫有一寡防止假造标示，互大家会当详细辨认。摕到的时阵一定要详细看，就跟我们的国币新台币完全一样，而且有各种防伪的设计，高达11种。餐饮、夜市、市场，你都可以用。你可以缴学费、补习费，各方面百货公司都可以用。5倍券除了生活消费，还佫会当缴学费，毋过袂使境外买物件，嘛袂使买股票，也是讲缴税缴罚单。只要是2022年4月底出示进前的台湾国民，拢有资格领。9月20日就会当数位设定，也是25去超商设定。10月初8开始消费，预计是10月初4开放预约，12分流来领。民众原来会当用健保系统做家属注记，上济会当5分8共一个效户，而且会当数位化使用，优惠佫较济。家里最多你自己，然后再加上4个人，这样就相当于有25000块哦，在同一个这个数位账户里，那更加没有找零的问题。为了提升数位使用率，经济部将对市场夜市推广行动支付，非常积极，针对市场夜市呢来推广行动支付。那这样的希望能够借由这一次也同步来大力转型，综合电商的部分呢，大致上都同意。在里面全部都要设专区。5倍券原来纳入境内电商甲外送平台，电商爱设立专区提供广告优惠，外送平台都要提供免上价费这个优惠。5倍券纸本每一张印制费是2.7块，兑换手续费调降5角，总行政费用是20.85亿，比3倍券较少。国发会预估会当创造2000亿的效益。5倍券的官方网站是5000.gov.tw， 一定9月2日上线。记者综合报道。今天5倍券伫10月初就要起购啊，各部会嘛有推出家己的好康来3天。甲去年同款，民众是爱先去登记，才搁抽扣啊。另外，经济部为着要鼓励民众用这数位5倍券绑数位的，所以讲哦，只要是头前400万的登记好势民众，就当加摕到500块，会当摕去食东食西、买水食面。
高配县将伫国庆连假进前上路，政府鼓励民众绑定数位县取代纸本县。经济部到20亿加上台所赞助10亿，总计20亿经费。民众只要绑定数位高配县，前400万名会当得到500块的福士券。上大的重点就是免抽签，先手先赢。其实也希望是用一个额外加码的一个方式，好，可以增加消费者到我们的餐饮业、糕饼业甚至夜市这边来做消费。好习惯会当用于餐饮、糕饼市场甲夜市的关啊。经济部有估会当创造40亿的效益，也毋好看伫夜市店家间来，认为政府增加生意不足。像有的老阿嬷她来，她说我就不会用手机啊，那她当然就觉得没有受惠到。但是如果年轻人他一直都在用行动支付，当然他乐观啊，觉得500太少了。除了经济部各部会也大力增加，文化部佮推出600块的艺放券300万分，农委会有888块的农游券146万分，交通部1000块国旅券120万分，教育部推出500块的动词券200万分，客委会是500块的客庄券40万分，原平会爱观券1000块10万分，国发会电风创新券500块20万分。也毋过这7项优惠增加拢限量，需要抽签并抽起。银行为了抢500元相机也提出优惠。在今年这个前1万名的这个客户，我们有额外这个做相对应的这个加码。那如果您是第一次这个申办台新的信用卡绑定上来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就会额外多拿到这个1000块。台新银行针对生活绑定500元，送上关2000块。第一银行推出抽奖活动，上大奖5000块的绿卡金。农业金库指出，绑定500元伫农渔产品便宜大消费，送所谓拍制券1000块，政府民间联手杀行动支付，目标创造400万人使用所谓500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2000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59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062例。中国的病例有95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是超过16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000万例，印度是超过3300万例，巴西是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700万例，伫法国已经超过694万例。来关心北马其顿亚镇病院发生火烧，目前知影造成14个人死亡，也有10多人受伤。当地卫生部长已经请示啊，即马导火的原因也搁咧调查，初步是怀疑甲上述供应系统有关系。大火爆发了，监视人员入去现场鉴定。检察官办公室讲，死者内面无医护人员，因过因为死亡的是新冠病毒的患者，发现验尸爱特殊鉴定，会较开时间。当局开紧急会议，卫生部长请示，总理左兰上野府伫社群媒体讲，这个亚健病院先是爆炸，尾啊导火。当地媒体报道讲，有可能是上述供应系统出问题。Nema nikakov indikator da ova je napravljeno namerno s cel da se postigne nekakva druga politička cel。崔尾暗伫咧泰托沃的亚健病院突然间发生大火，破了正紧。有一位消防人员讲，因赶到现场破火，才15到20分钟，内面的设施就拢烧了了。虽然有救出一寡人，不过内面有真侪尸体。北马其顿最近疫情正严重，200万人口内面做过2剂预防针的无到30%。自8月底到今，确诊甲死亡人数增加正紧。泰多沃就是重大疫区，当地病院已经无法度负担，所以启用亚健病院。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来菲律宾，菲律宾现任的总统杜特地已经做6档啊，不过即马继续予执政党提名，将做副总统的候选人。有专家即马是认为讲，杜特地执政害菲律宾国家的债务负担真重，总讲可以继续执政，恐惊对菲律宾的经济会造成伤害。菲律宾总统大选要伫2022年举办，执政党民主飞人国民力量党7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伫会议内底选出提名的人选，结果由现任的总统杜特地的亲戚，嘛是参议员克里斯多夫出选总统。76岁杜特地是获提名做副总统候选人。Alam mo kung bakit ako tatakbo ng vice presidency? Is it ambition? Maybe.
But is it really a sense of love of country? 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上长只有6年，无法度连任，所以特别做满6年的杜特地，敢若会当参选总统以外的职位。只是执政党内目前出现分裂的声音，支持杜特地的菲律宾能源部长库斯派系提名克里斯多夫吴加杜特地参选，英国由宽王巴乔领导的派系，煞伫8月2号选出参议员皮门特3世做新的党主席，煞互杜特地的支持者拒绝承认。对于杜特地上任了后，用极端的手段推动反毒品战争，造成数千人死亡。今麦伊要出马竞选副总统，民众的看法无同。Sa akin akong tatanong niyo po, hindi okay. Kasi kung sa posisyon ka, nasa langit ka na eh. Ikaw ang hari eh, tapos bababa ka. Kasapangan ng yung katungkulan. Presidente ka, bababa ka ng vice. 外国媒体报道，菲律宾大学政治学教授法兰克提出警告，认为杜特地要参选副总统，有可能是1986年马可仕获罢免以来，对菲律宾民主制度的上大挑战之一。各分析指出，杜特地执政期间，和菲律宾的国际比例达到 GDP 的59.1%，创下过去16档的历史新高。若是杜特地佮一摆掌握大权6年，菲律宾的经济加债务扩大风险卖继续增加。国际新闻台是张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军全面撤离阿富汗了后，塔利班真正有招聘照镜，讲会使自由出入，因为昨昏头一只撤离的包机对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机场起飞，飞行机顶是载100多人，已经顺利伫卡达降落。来关心日本拍算要延长紧急事态宣言，要到9月底，因为日本即马又搁发现有18人去为着新的变种病毒而读。来关心美国疫情是真正热。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下令要求员工超过100人以上的企业，所有人一定要注意风险，若无就是逐礼拜拢要接受一届病毒的采检。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咱总统蔡英文昨昏是去宜兰的所有主持塔江南成军典礼。这是海军咱头一只有防空能力的小型军舰，而且会当使用向2、向3甲中科院开发的飞弹。总统蔡英文登上塔江军舰视察，这是海军第一只高效能舰艇“奥小蓝”，无到1年时间，塔江蓝完成作战测评。伫9月7号顺利成军，塔江蓝也是海军头一只有防空能力的小型舰船。总统蔡英文表示，相信这对海军执行捍卫海疆的任务会当更加有利，也打破对国防自主的抹黑甲质疑。我们不但用具体的成果打破了所有的抹黑和质疑。塔江军舰的优异性能也获得国际的认同，成为台湾之光。塔江蓝唔但有特种性、航行稳定性，更加互叫做是航蓝杀手，会当应用中共追面蓝。蓝顶导航系统甲武器配备拢是上新研发装备，除了有76快炮甲风电快炮，向2、向3反蓝飞弹，更加有中科院研制的海剑2防空飞弹。蓝顶载28粒飞弹，使塔江蓝同时有对空对海攻击能力。最主要特别在于我们有防空飞弹以及防空的对空雷达。就是跟沱江舰不一样的地方。本舰也是海军首艘引进整合式载台管理系统的军舰，那可以从轮机控制室远端的遥控启停这些轮机的装备，既有风向、风速、航向。塔江蓝正式加入海军行列，直属海军131舰队第2只甲第3只量产舰，也有继明年第3批落水。同时，海军快速步雷艇第3只夜机型高艇，并各南各座进度如期进行，增强海防战略。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咱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加强14557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伫新北市是6910例，台北市有4858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5例，苗栗有549例，嘉南是316例，彰化274例，台中是207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加强16062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57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
来关心新北市的幼稚园发生群聚感染，经过疫情调查了后，即马有可能这病毒是对社区甲家庭传播出去的。而且，这个社区内底阁有一个时间的工人嘛袂着，甚至伊的太太即马嘛互验出阳性确诊。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即马当地调查到底是安怎烧坏的，这部分爱阁调查。板桥社区大楼的群聚案，查到阁增加一个毋是住伫咧遐做装潢的工人，也阁有甲伊做伙住的看守嘛确诊。这个做装潢的伫咧8月12至14，也阁有9月初8，拢有去过这个社区。9月初1开始有症状，有去诊所互医生看。也若因看守是一个家庭主妇，9月初6有发烧，因为社区的群聚案做扩大采检，因两个人才做伙去病院，采检的结果是确诊。两个人的 CT 值一个24，一个13，已经做基因定序，目前结果也未出来。这个做装潢的工人，敢是因为接触到公共空间来染病？感染管也搁来调查。现在是很初步的资料，他好像也没有进到里面去，他们公司有在那边装修，所以公司要求全员要采。那至于在环境的检体，我们不管是幼儿园或是这个住宅大楼，在环境采检目前都还是阴性。针对外界质疑讲，湘北是首都生活圈，新北市禁止伫咧餐厅内底食饭，台北市敢是要缀咧办理？针对这点，高文德表示，原则上感染的情形若是同款，防疫方法才有必要同款。伊嘛呼吁讲，虽然台北市的餐厅要是依期会当伫咧内底食饭，不过店头一定爱落实防疫规定，嘛建议市民要是尽量抱回去食。记者综合报道。Delta 病毒看起来已经走入来咱的社区，湘北的疫情有加悬的趋势。即马伫台中是传出有区长所带团去旅游，134个人食物件，各项亚工拢无遵照防疫规定，违反中央的政策。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讲，敢有违规，即马当地调查甲了解。餐厅内底大家坐规道伫咧食饭，不过因毋但无菜隔帮，食共道阁食共盘菜。带队去的是台中市大雅区的区长。初8、初9这2天，大雅的邻里长去南部做参访，人数算的有134个人。用餐的规范甲人数嘛无下规定，受到民众的质疑。现在又开始严重了本来原本就要待在家了，对啊。能够不要跨区移动比较好。对啦。大雅区长摕影片出来背会，强调讲除了防体温，车顶嘛拢人为坐，食饭一道嘛敢若坐5个人。区长讲，当年拢会外包举办文康活动，今年5月份延期一届，这届是防疫警戒降做2级才出团，想袂到阁拄等到疫情。会决定说再做，是因为那时候正好疫情又变成又微解封了，然后游览车也可以说出行了。这次出去可以符合防疫规定的话，我才决定说可以出去。现在有升温的感觉哈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文康参访全部取消。区长讲，参访的过程拢有遵守防疫规定。原本14、15，还阁有第2批参访团，即马考虑防疫已经先取消。台中市府表示，会去了解敢有相关的疏失。我会请大雅区李区长提一个很详细的报告给我，那我们也会来卫生局，该裁罚就裁罚，该追究就追究。目前国内疫情阁一届淡水咧，台中市长罗秀燕才打发出人口严格就唔通放零，提出比中央更较严格停课的标准。不过区里林长也是照常出去佚佗，公务单位的防疫措施无一个统一的标准，嘛互民众是看落不飒飒。记者综合报道。那今年是屏东沿海山乡镇东港琉球甲南州3年一考的迎王，真侪民众乡亲返去故乡参加传统活动。琉球嘛有遵照古礼举办王船入水夜汤仔，夜汤仔是民众人客人来抢汤仔，安尼敢嘛有违规违反防疫规定？这部分屏东县政府是表示，庙方事先有申请，嘛有提出防疫规定。热烈的炮声，庙方人员把一大包的汤仔饼拢总压落去，庙埕人客人、民众挂袋仔甲纸箱抢食的汤仔饼，现场要送出3000斤的汤仔饼给乡亲，这是琉球乡王船祭典的传统。打下去像打很多鱼儿，人家在讲捡糖果，就是像那个鱼很丰富，很多都在跳这样。打糖果都5、6千斤，今天多小，差不多没有超过3000斤。小琉球迎王有100年历史，今年拄着疫情延到12月，
庙方也是顺鼓励，新举办王船进水典礼，由贵宾替王船点检、护水、起房，因为是地方的大代志，真侪乡亲拢倒来参加。三农宫呢，在前几天有报防疫计划到主管机关，全员戴口罩。 手喷酒精，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人数呢也控制在300人以下，一切都符合规定。3年一考营王虽然规模缩小，信徒抢糖啊保平安，嘛爱做好防疫。记者陈嘉文、罗伟做屏东报道。了解新连续7道拢有摕到南投县杰出演艺团队李正峰歌戏团，伫今年下半年伫南投巡回表演。 演的剧情呢，是有结合在地历史甲特色，嘛请侪民众去看歌戏，甚至有北部的乡亲是专工落南去看戏。今年顶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侪活动拢停办延期。南投在地李正峰歌戏团伫下半年要推动乡镇的巡回演出，播一出《碧鸟雕凤》有报道。 伫演出时，佮改编歌词，推销在地观光，融入在地特色，在地的一些农特产或是他们的观光历史。那今仔日阮伫咧草屯呢，这个歌词就会写着讲，草屯出名草下墩，也有宝岛时代村，呀麻糍好食，芳骨纯，在新野庙世界第一尊。 甲歌词结合南投真群历史，写出在地特色故事，观众拢看甲真欢喜。就算伫疫情期间，乡亲也是真热情，做好防疫措施来看戏，甚至佫有民众专工为北部落南来参加。 我觉得不管是本土或是走京都市的路线，我们都会很支持。因为老师演出很好看，然后就是让年轻人可以更多就是学习的文化。然后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服装都是就是颜色也多彩多姿。李正峰歌戏团表示，希望透过凤凰下凡的剧情，替台湾带来好格调，毋望疫情会当赶紧结束。 接落来10月初2也有精彩演出，希望民众小少来看戏，用艺术推动在地观光。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苏澳出蒜头，有农民或者林丰地，伊用心注心咧种蒜头，佫摕到认证，即马嘛研发出侪蒜头产品，希望甲苏澳的蒜头推广出去。 云林四澳的农民林丰地转来高雄了后，就开始推广家乡的蒜头，而且佮打造一个品牌海味蒜，得到云林良品的认证，因也一直推出新的创意产品。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参加评选，一直到前阵子不久才拿到这一张证书，得到云林县政府的认可，这样子他会帮我们来。 将我们海口这边的蒜头推荐给大家。为着要让大家更加了解食蒜头的好处，林丰地也推出线顶平台，伊也把蒜头的模样翕起来，详细小解各种得到肯定的产品，帮把四澳的蒜头推销出去。我这边就是透过过去的经验，就架设了一个网站，这样子就可以协助大家将相关的产品上线。 那之后，他可以直接在云端、在线上360度先看各个农民的蒜头。四澳是蒜头的主要产地之一，林丰地也希望透过这款经营模式，让愈来愈多人支持家的蒜头。记者综合报道。人会破病，动物食物嘛会。现代人佮注重食的健康，行政院农委会防检局即马就有栽培食物医生。目前伫高雄美浓农会有替农作物开门诊。 这个制度试办5档啊，食物医生会去看治病的镜头来贴药单，甲农民防治。公司台记台青春来帮节目，伫明仔暗7点半要带大家来看食物医生是安怎替农作物看病。这个是种下去马上下雨，这个是下雨完再种的。对啊。 这个是大瓜还是小瓜？伫田林认真听农民拄到的问题，这两个少年家就是美浓农会的食物医生高培林和陈元敦。农民便若拄到病虫害，就会来找因，除了帮助作物健康生长，嘛要照顾土地。
但我们现在比较常跟农民接触的话，就是帮他选药啦。其实这块田就是你一直要种的啊，你如果因为下很重的肥料让它坏了，然后你自己之后也都没办法再种了。高雄美农和台湾大部分的农业同款，一年所费的作物真多，所以农药和肥料的使用是介重要。但是少年医生对外地来到地头生疏的农村，要安怎得到农民的信任，又搁是另外一个挑战。惠林拄入来的时阵，我想讲，农民第一个质疑就是讲，哈，你足够读册，你台大毕业，可是你敢有真做过？你敢有了解？好嘛是爱直接甲农民到田园内面的时阵去了解。除了病菌和害虫，嘛因为天气甲营养分的问题影响收成。伫日常看整个工课以外，培林甲园墩有那定定性格顺产水，到问题样本慢转去，透过科学机器斟酌观察，定进解决农民的问题，嘛建立人甲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像植物医师若会当继续做落去的话，我嘛会使搁继续帮助无共款的农民，互因种了较欢喜，嘛收较济，较轻松安尼啦。运用专业确定病虫害的源头，帮助农民做好防治的工作，唔但通减轻土地的负担，嘛兼顾维护农民的健康。食物医生的制度虽然才开始，不过这个少年家用家己的实践，豆豆啊开阔有限土地的路。记者卢尚如、林建如高雄市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大学伫要开学啊！阳明交通大学伫初九开始，伫新竹的校区，小连3-4天有安排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做快筛检验，希望讲伫开学之前会当做好防疫工作。另外，校园内底即马嘛要设全国头一个自我的体检亭，提供予老师甲学生免钱做体检。全国大专院校连面特别开学啊，随目前疫情的变化。阳明交通大学参加侪学校拢宣布，开学了的2礼拜内，先用远距视讯的方式上课。不过，为了加强防疫准备，阳明交通大学也特别设立快筛站，提供师生进行免费的体检。开学就是人的接触会比较多，所以当然可能受到感染的风险会比较大，当然会担心。测了之后，就是知道是阴性，就觉得很赞，很安心一点。特别是给入住学生需求哈，因为至少有1000多位这个大一新生他要入住嘛。那入住之前的话，我们做好筛检工作的话，就可以确定他们在宿舍里面哦。若是现场有学生出现阳性反应，还要来进行通报甲赛后的处理。把学生送到医院去，然后做 PCR， 做完 PCR 之后呢，再由救护车单独把学生送到我们准备的1人1室的宿舍里面去做等待。除了团体体检，学校各地校园内底设立全国第一座自我体检亭，学生会使家己进行体检，希望大家会使安心来上课。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若受疫情影响，真侪弱势团体毋但收到的捐款变少，连庇护工厂烘胖做饼的收入嘛减真侪。连面到中秋啊，也毋过家己捐一寡庇护工厂的礼盒啊，销路是比去年还佫较歹，主要乡亲来捧场斗交捐。庇护工厂的校员，大家拢真专心咧无因手头的工作，有人凹纸壳啊，嘛有人咧做饼。家己捐民乡落地基金会心心奖的校员学功夫，增加收入，嘛增加对因家己的认同。也可以得到他们的成就感，说哦，原来我们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可以做到这种能力。中秋节就要到啊，家己捐的庇护工厂拢希望透过制作礼盒来增加收入。落地基金会讲，感谢一寡大企业的支持，最近佫增加袂少订单。不过，嘛有较细间的庇护工厂讲，到单的订单也是比去年减1/3。往年有，比如说有50家中小企业帮我们订过，今年大概剩下1-20家，落差非常大。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失业了，没有工作了。因为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饼干这种东西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就不会想要再去添购这个手工饼干的部分。家己捐的庇护工厂，因为这2档疫情的关系，经营是愈来愈困难。家己捐劳工村发展处呼吁各界会当支持庇护工厂，让社会弱势的人会当继续来有较好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师大即马有一个台湾设计口的展览，收集历史上重要的设计物件，带乡亲咱做伙来看。
1964年东京奥运的海报搭伫壁顶，阁有迄时的门票、手册、纪念品等等。另外一边的壁顶是搭大家无看过的奥运候选国的宣传海报，德国柏林、加拿大多伦多等等珍贵的设计文物拢展出来。一个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那个是一个开创性的把奥运所有的设计做成一个系统规划。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大家都只知道举办奥运。可是都忘了还有叫申办奥运，所以特别我辟一个展览的空间，就是历届申办奥运的海报。设计系的学生伫读册时，拢读过真侪历史上出名的设计文物，但是无一定有机会会使亲目睭看到。台塑大因为安尼规划台湾设计口展览空间，收集历史上出名的设计品，予学生会使来参观。课本里面所读的都是实，你看不到实体的东西，你没有那种立体空间甚至材料的感觉。台湾的美术馆很多，但是它没有特别把设计独立出来，甚至不收设计的东西。台湾的博物馆也很多，但是收以历史、人类学、考古为主，但是能够单独把它成为设计这样的一个专题领域的一个展演空间，台湾目前没有设计博物馆。台湾设计口目前展出为过去到即马历届奥运设计相关设计品，9月7、到17拢会使来参观。因为空间有限，敢若有部分展品展出，台塑大嘛希望未来会使有更较侪空间来展出，开创台湾设计更较侪可能性。记者郭馆长随台北报道。一智慧就当验8种病症，敢真正有影？伫美国就有查某工程师用这款步数在港骗做变色呐。美国的法院即马当地审理，总共罪名成立，上重要罚关20档。2003年19岁大学无毕业的背景，伫涉谷创立血液检验公司的塞洛诺斯伊丽莎白霍姆斯，捌互人当作是生化创造产业的天才，宣传一智慧会当验百病的技术，吸引政商名人的加入。公司期待捌达到90亿美金，互霍姆斯互人当作是女版的贾布斯，一直到《华尔街日报》2015年发表2份调查报告。公开霍姆斯公司内部技术违规，这个加州涉谷有史以来上界大规模的诈欺案，早总算闭空。霍姆斯所请来的律师团原来真牛，讲做霍姆斯所推出的验血技术犯错，不过失败不是犯罪。The fact is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 have the CEO of a hot technology company possibly going to jail. So what's at stake here is that it will put the fear of God, the fear of government into the hearts of Silicon Valley's most powerful investors. They will now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 fact that they too could risk going to jail. 辩护律师佫讲，霍姆斯去互以前男朋友拉米许8万年精神虐待，也甲操作，一切拢是不得已的。现年37岁，霍姆斯若是罪名成立，上悬爱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云南亚洲象经过30档的保育，数量是对150只，加1倍，即马已经超过300只。也毋过像入侵社区破坏农作物，互农民是真头疼。全改种树林啊、地树这个象无介意的作物，毋过象食袂饱，热烧，行搁较远，互受影响的范围即马颠倒大。伫中国云南的亚洲野生象，经过几落世纪人类拍烂加造森林，伫1980年代强要绝种，只敢若剩150只左右。到1988年颁布禁止拍烂象的命令，我加严格保育措施，亚洲象的数量才慢慢增加，怎么增加了要到1倍到300万只。象是食草的，一只体重4吨的大只象，一天就要食200公斤的食物。2011到2019年之间，人甲象的冲突事件有4600多件，造成50多人死亡，受伤的人是算袂清楚。对这种情形，农民也真头疼。这么农民想出一个好方法，改种了他不吃的，比如说茶叶他不吃，橡胶他也不吃，那我们就把它换了。生物多样性的地区，西双版纳，甲人类活动的范围，甲脆弱的生态之间，围做一条红线来隔开。不过，地树甲树林这种单药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一个大型的交通建设，弄了乱象的活动路线。另外呢，栖息地内呢还有一些建设，比如说水库，他们改农作物为橡胶树，这样的话，它的栖息地呢，它空间不够，食物不够，这是大象外出迁徙的主要原因。保育专家提出，伫咧西双版纳成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的想法，
淹过伫咧车地附近的农地会处掉，抑个几落10万居民的安置，也是正头疼、正贵的政治问题。在此进前，人甲枪的生存矛盾，只敢让尽量以理性的方式解决。像这种高科技的欧洲枪，敢看甲有警中心，若是发现枪，就赶紧用放送通知村民，大家暂时小论一个，小闪一个。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天气保利在提醒乡亲，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若拜6礼拜2天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明显的时阵，乡亲爱细致。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